在家没事我找口袋，游走电线和电饭锅，全部找起我整上拉呀，这个感觉赛过活神仙。大家出了个败家子，他的名字叫唐老师，家里的东西都给他败光了，而且他还死不知悔改。老汉儿，我不就让你电饭锅整个伤了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屋头的锅碗瓢盆都拿给你日他完了，看我咋个收拾你！老汉，我马上找个大铁锅，让你知道知道败家的滋味。这下着了，二天再也不敢败家了。兄弟，你口渴吗？好啊，要水吗？要啊。你有病啊！不要你的水。白酒1斤半，啤酒随便干。这杯酒我干了，你随意。老妹儿，你要这么喝酒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谁我也不服，真的。林峰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他妈在你脚下的。哪里有厕所？尿上了。大爷，请问哪里有厕所？男厕所吗？女厕所？肯定是男厕所噻。男厕所在女厕所的旁边的。你女厕所哪儿的嘛？一个小伙子家找女厕所咋子嘛？你找女厕所咋子尿？我就是想我尿啊！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炼狱？傻了吧你？没求你吃啊？这是蛋糕，是蛋糕吗？你看，好吃，给我吃一口呗。我给你拿一个啊。是真的假的呀？让我在脸上打5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。